各位嘉賓、各位街坊好友，佛誕吉祥！歡迎各位蒞臨由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澳門主辦嘅佛誕同樂嘉年華之釋迦聖月佛光普照共吉祥活動。我係今日嘅司儀，我係嚟自慈航會，我係 Debbie 迪比，再次歡迎大家奏唱慈航會會歌，同步手語演繹。咁多位嘉賓，咁多位善信，咁多位街坊朋友，大家好！好高興今年呢，我哋慈航會澳門已經喺三盞燈連續舉辦佛誕嘅活動呢第6年啦。咁慈航會成立嘅目的呢，主要就係為咗弘揚釋迦牟尼佛嘅正法正行。今日慶祝佛誕活動，主要呢係感恩釋迦牟尼佛世尊喺2500年前啦，降生到我哋人類嘅居住嘅娑婆世界。佛陀藉住呢一個住世嘅因緣，示現咗生老病死嘅歷程。佛陀慈悲，將覺醒解脫嘅方法個道咧，留俾我哋後世嘅我哋。大家如果依理奉行，亦都即將會為到我哋嘅生命帶嚟更多嘅領悟，同埋甚至解脫輪迴之苦。同樂嘉年華之釋迦聖月佛光普照共吉祥活動正式開始。趁住呢個機會咧，有請再請進行同我哋一眾嘅嘉賓嚟到轉經輪。轉經輪嘅功德有方便法門，慈悲定，清淨心靈，保證善良。仲由本門創辦人陳果齊金剛上師所
編著嘅3首偈句，包括係勸嬰戒殺、以平等者嘅慈悲心去愛護一切眾生，以及勸世互讓忍讓歌。現在有請。勸嬰戒殺，萬惡為首應戒殺，放生救命最積德，世人不知常殺命，惹來諸般劫難平，戰亂天災。亦都可以印貼紙喎，又有遊戲玩嘅。